备开始，倒数1分钟。30秒。10秒。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今仔日个，互咱来到伊的圣殿，咱用清洁无下事的心来到伊的面前。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全部听候上帝来到咱的中间，引带咱进入今仔日的礼拜。求你的怜悯，甲你的恩惠，降落在阮中间。你是主爱，你是公义，你是圣洁。主，我来到你的面前叩拜。主耶稣，感谢你的保护，洗净阮一切的罪恶，互阮会当甲上帝搁好，来成做上帝的儿女。主，你是阮性命的主，我们将阮的性命甲一切主权，拢交托伫你的面前。求圣灵、圣神的保惠师来充满阮，来指教阮，来带领阮。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门里求我。以马内利，风雨的路漫，上帝同在，心的平安。
在，咱的心就来得到平安。阿门。这是咱来感谢阿乐咱的主，咱用感谢阿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咱当一出声来祈祷。主，我们感谢阿乐你，主愿你是你宽恕、丰盛的心，主我们用力来献出咱的阿乐来祈祷。全的献伫主的面前，求主的保护也看洗净咱一切的罪过。咱为着咱知还是咱唔知的罪，拢献上咱的祈祷，这是咱出声当声的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信心甲阮常常甲阮三个地地。主啊，你的保护也看洗净阮一切的罪过，互你的信心甲你的光伫阮的内底来运行来做工，互阮看见阮家己的歹，阮捌犯过的罪，有时阮互大富裕。袂记切，无带到无将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赦免，愿你的信心时时提起阮，互阮看清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知影你的心意，你来试验阮，互阮知影阮的意念，互阮会当用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成做你荣耀的器皿，成做你圣洁国度属上帝的好子民。主愿将阮的一切交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洗清，你来炼净阮，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常时咱嘛为着教会中的家庭。甲咱知影，咱即马甲教会中有病痛的肢体，咱来献上咱的祈祷。
恳求上帝来带领咱教会每个家庭，拢会当断开一切黑暗势力的攻击，互每一个家庭成做上帝的敬拜中心，互每一位病痛中，无论是身体病痛，还是心灵软弱兄弟姊妹，拢会当互主得到主伊的丰盛的医治，甲大能来临到伊的中间。咱开始同心出声来祈祷。圣经的真理来行，也是有时拄到环境的无景气，也是环境的挑战。主啊，我相信你的应允，要求要领导因的成就，让伊事事顺利，事事来得到上帝你大大的赐福。主啊，你的话语是带着医治甲恢复的应允。主，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今仔日就要彰显伫阮的中间。主，我们为着教会所有心灵忧伤、身体病痛兄弟姊妹，主，我们相信你的应允，你医治的大能就要临到因的身上。主，我们恳求你施展你的大作为，互因伫医治医疗过程中间，享受主你的平安甲伊三角天。互因得到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恢复、完全的稳定来领导因。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乎你，你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阮受灾害时来到你的面前求帮助、求安慰。主，阮相信你的确应允阮所有兄弟姊妹卑微的祈祷，将一切荣耀归于你。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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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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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永。相信咱为着教会所有事工献上咱的祈祷，特别咱为着幸福小组来这个丰收、荣耀丰收的时刻，咱嘛来同心参加来祈祷。也为着牧者团队全职同工、区长、小组长、各团队的首长，搁幸福小组所有的副长，咱嘛献上咱祈祷。只是咱真正爱三角同心来敬信祈祷，因为当咱咧做工的时阵，黑暗势力嘛是想要来做工，要来攻击咱，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同心敬信来伫上帝面前，咱同心来祈祷，咱的溃力就要赢过所有黑暗势力的试探，咱开始出声，同心来祈祷。主啊，我们常时为着教会所有事工献上咱的祈祷。主啊，特别是为着是幸福小组荣耀丰收的时刻，主，阮知当阮做工时，主啊，黑暗势力就要来阮对着的攻击。主，阮恳求你，互阮定睛伫你，照你的话语来行，回应你的呼召，来帮助阮看见人的需要。主，阮要互相激励。互相勉励，互相带导，主你的荣耀的确彰显伫阮的中间。
无论阮咧做啥，主你的信心引带，主阮透过这个征战，我们成做你荣耀的器皿，我们安慰伫患难中的人，引带因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恳求你赐落阮气力，赐落阮力量，互阮会当伫所有的事工中来荣耀你的名。我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问你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光芒，上帝同在，心地平安。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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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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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多多仰望你。这是咱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所有的定数献上咱的祈祷，将所有的座位嘛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信心临到每一个座位，互坐伫座位中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上帝来话语，上帝来带来快乐。咱三甲来祈祷。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仔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从今仔日牧师传讲的信息，包括仰望你的圣手，主啊，你互对所讲的所说的咱的话语，对咱来对咱，所在灵做所做的所做的顶的圣经，我们当领受。听阮祈拜上帝，主，我们从今仔日2场的礼拜，全然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主，我们恳求你来引带圣事，引带牧师，互牧师今仔所传讲的信息，拢是带有快乐、带有能力、带有上帝对上帝你遐来智慧，互所有坐伫座位顶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对主你遐来的能力甲快乐。主啊，恳求你持续施恩赐福伫福强教会，互福强教会兄弟姊妹心中充满着信心、疼心甲毋忘。人人成做基督传播福音的精兵，人人有备好家己来军队牧师团队追求同一个意向，来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伫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你奇妙的救恩。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荣耀君王，我心问你就歌。以马内利，风雨中有光，上帝同在，心里平安。应要应要应要，你的大能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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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也会使，咱就为做，为中来起立，咱三个来敬拜咱的主。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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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耀无人通比。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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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中多多仰望你，荣耀中多多仰望你。主，阮
相信你的确掌管伫阮中间，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主你要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敌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敌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敌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乐甲感谢，因这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伊掌管，伊掌管。愿上帝荣耀就降落伫咱的中间。天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望我我来你，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下，他已经拜。哦，罗耶稣基督，神的有个荣
的同在降落来，一定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望到我落你，你是荣耀阮我，天顶地下，他已经摆，我落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你，天顶地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在你家，咱用我眼里，我万民族上归向你，上帝在你家，咱用我乐意，我做真敬拜有魔力。上帝有你家，咱用我乐意，我万民族我归向你。上帝有你家，咱用我乐意，我做真敬拜有魔力。天大归你的荣耀降落来。一定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一定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望到我落你，你是荣耀阮我，天顶地下，他已经摆，我落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你。地顶地下，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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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切荣耀而乐归由咱上主的。这是咱三甲来唱圣诗24首，我心而乐至关上帝。我心而乐至关上帝，万民拍拜伊卡的，社会伊的下面满满，咱着而乐来君王，而乐天皇，而乐天皇，而乐永远我君王，而乐我主稳定天堂，喜乐列代困苦人，而乐我主永远无变，祝福人类大稳定。而乐我主，而乐我主，永更无变大福。主必怜悯你来慈悲，爱咱乱就快收尾，应以温柔成就波澜，救咱脱出真苦难。阿罗青山，阿罗青山，阿罗主行到永远。人若下天会走我心，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未改变。阿罗我主，阿罗我主，阿罗我主大人主。
在世人当心敬奉，着地面当福塞，日月星星拜拜恭敬，敬是阿拉应无停，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出名到荣光。大慈悲天下的主上帝，我们亲像圣诗所讲的，我的心要学了至高的上帝。所有众百姓万民拢要拍拜伫你的脚下，连天使世人也要同心敬拜。是因阮尊崇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掌管人类生命甲享受一切好物的主上帝。主啊，当搁较体验你会听的时阵，阮就愈谦卑，愈拍拜伫你的面前。是因阮知。我要追求你的心意，我要看见上帝你的应允，我也要学习你的教示，我阁要恭敬来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无论是实体还是线顶，我逐同样的心伫你面前跪落敬拜，学落敬拜，祈祷敬拜。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互阮看见你同在所带来快乐。你同在所带来，互阮的启示。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文第20篇，诗篇第111篇，要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住这个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结束伊的子民甲因订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上称赞。这是按照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你的带领，阮会当来到用你的名，甲你的听起造的圣殿，求主你的圣灵甲阮同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即时拢会当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嘛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满有福气的。当阮的心思思念你的时，你不断赐予阮完全的平安，而且嘛感谢你，伫阮跋倒的时帮助阮。阮会当伫困难中徛起，重新找回倒来主你一开始还的信心。大能的天父，你是全能的君王，而且阮特别为着10月份因要丰收的禁少祈祷，2场的福音主日的讲座，12月份的洗礼，
圣诞的感恩参会，顶顶的活动，因为阮知影，我们咧办劳累活动尔，凡是我靠祝福的信心来推动福音的运动，互咱侪人认捌你，互咱侪教会会友找倒来敢认捌主的感动，影响咱侪人为主伫世间做光做盐，将这份影响人生命的福音传予每一位需要的人。主啊，我嘛求你来保守阮今仔日的礼拜进行，互夏牧师将你的话语、你的教示感动你每一位伫圣殿甲线顶敬拜兄弟，嘛求你亲自来安慰伫教会中失去亲人的会友，甲即时拄着身躯病痛需要医治的兄弟，因的心可能会感觉软弱甲惊吓，嘛求你甲因伫地，你的话语伫因的心中做行路的光，脚前的灯，坚固因的信心，对即时到永远。最后，嘛感谢主，伊收拾阮每一个人有够个福分甲稳定，我嘛继续行入你所欢喜的道路。这是一条有五望的道路，互伊成做阮一世人上重要的帮站。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讲述上帝的话，诗篇第121篇第1节甲第8节。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袂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舌头袂除眠。看，保守以色列也无除眠，也袂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面做你的阴影。即时太阳无伤你，美时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地位今在记载伫雅各书第5章16节。你着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一人祈祷，伊的力量大有功效。这是献诗，圣歌对大来献诗是，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献诗所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举目望山，敬祷守望。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圣歌队带咱逐日每日报扬，因为咱主是通学乐的，主掌管天下万物，咱的生命。当咱对伊学乐的时，心就拍开，圣神就降临伫咱中间。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本来是即个台湾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新人院嘛有差派咱太平境教会的萧牧师来咱遮做主礼吼。无拍算顶礼拜，伊敲电话来讲，萧牧师歹势，我淹落去2条线啦，2条线。我甲伊讲，好佳在，我无互人派出去，所以就倒转来咱正常的聚会。但是咱即个主日就无方便搁煞，所以咱就直接为着新人院的主日来做奉献关心吼。所以新人院有准备一块底片，咱请同工准备一个底片咱要先来看，咱再来分享主的话。即块底片是咧介绍即个新人院因的服侍的经过。咱用祈祷的心来分享。咱若有感动，请你用周报所夹的即个奉献地，咱有28岁有哪位因来奉献，咱就开始来看。台湾就亲像是偏乡，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遮。迄暝真恐怖，因为就是风台。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咧亮迄个土石流的警报，我就真惊行到会敢要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即遍是就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真有话，或者讲因的厝顶漏水，然后我困便所，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马已经到一个偏乡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上天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这英军是无才通继续，阁无休落去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一个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济济。伫这个所在，嘉义县番路乡，侪人拢是做实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会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会好，所以这是上大的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就困，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即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时间常常是对头来，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毕竟无一项事工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事工因亲像只有在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以有的事工我其实就是改行，或者是直接暂停。我应该爱做较济的事工是伫当工的起做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这条路的，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我是伊的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这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这个所在去北京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进入来详细甲家己的呼召来对话的时，却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这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这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仔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
反正是伫基督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仔。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这个身份影响是搬过传教者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的服侍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还搁伫台城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到生命的火。台湾新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教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受苦，互人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甲盼望。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奉献甲带导。好，多谢哈。这片是用台语发音，然后录音。今年的主题伊是偏乡，偏乡。我想着讲，我想在座兄弟姊妹，我想一半以上的兄弟拢对偏乡来。咱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生活、读册的关系，来到市内。但是请咱会记得，毋通袂记得咱出身的故乡。有一阵牧者，因受差派去到偏远的所在，是因为因受到呼召，要去做主的工。那大家人拢留伫市内，偏乡，咱的士大人，咱做留伫较庄卡的所在兄弟，因就无人通牧养。所以台湾新人院邀请咱大家来为着新人院的即个学生的造就，来栽培因奉献的精神，来做奉献甲祈祷吼。咱若有感动，会当用咱州部所结的奉献地，来注明你的即个电脑大号会更较好势吼。有人规矩直接用咱的黄录吼，直接放嘛是会使真。好，咱台湾新人院的介绍到这。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即个主题，简单对读的圣经有关系，就是夜幕黄山敬祷守望。等下经节咱会搁复习。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咱的总会伫2009年，就是13年前，就发起一个全台湾、全国的即个祈祷运动。这个祈祷运动叫做全国夜幕黄山祈祷会，对7月开始。是总会一个真重要的即个福音事工的一种有备的行动。迄阵什么动机呢？2009年，你想一下你捌听过雷曼兄弟我捌迄阵毋知足侪偌侪人经济受大影响。我会记得有一间教会，伊嘛是受影响到哦。好佳在，即间教会都欠真侪钱啦。所以了一角嘛忍耐好佳在，袂讲咧怎倒大安尼就是讲包括银行嘛倒就对啦。倒钱讨袂转来。到迄个时阵嘛拄着像咱现在安尼，国家拄着中国威胁，讲要甲咱并吞去安尼。
迄时阵嘛咧计划预定讲2015年09嘛，2015年就要迎接咱即个长老教会设教150年的纪念啦所以咱迄阵想讲，伫即个时机，咱阁愈着爱同心的祈祷，配合迄阵推动一个101宣教运动，得甲咱兄弟嘛拢有听过，嘛有出足侪小册，得鼓励咱101安尼讲5万信徒会当达到25万人来祈祷。当初时呢，呼召咱全台湾国教会，大人主要的祈祷内容即3项，为着个人，咱爱伫主的面前，咱的教会、咱的机构、逐个单位，为着家己认罪来悔改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出对内心对主的恳求，家己若无认罪悔改，敢若甲上帝讨，迄是无意思的。是因为你知影，咱拄着这个危机，要安怎对主来恳求第二是为着宣扬福音101的宣教运动，教会复兴2015年会当达到25万人的基督徒信徒来祈祷。第三当然就是为着台湾的平安、族群会平等、和谐民主政治成熟。因为迄阵拄好政党又搁交替迄个政党的变化台湾改成足无平安安尼。迄阵推动的方式就是邀请国教会咱大家用祈祷会时阵来进行，而且迄阵足用心，特别是伫公布教会公布有一个工作小组来邀请政牧者来写每礼拜一篇的即个夜幕五山等于像讲道篇嘛像一个信息刊伫教会公布来刊登迄个祈祷的内容。当我讲到这的时阵，兄弟姊妹，慢慢你可能有一点印象甲接起来啦第一，咱伫2015年的时，咱的教会有参加着2015年教会日，咱教会有去中英中学参加迄个闹热的活动我有看到遐个相片，哇，非常的盛况啦。咱的社青，迄阵的社青也是咱的约书亚牧区大家做伙伫遐参与，有真侪好的活动。我会记得迄阵咱参加活动有2个物件真正留伫咧即个咱看过伫楼骹迄就是迄个教会日，讲这是一个宽榜伫遐咧做电视，就是巴结咧牧师啦另外一个就是咱伫迄个2楼的会议室内底有搭9张的即个咱教会介绍图。我听咱的长老讲，遐个图就是当时去展览的，感觉做了真精美，一个就咱介绍咱教会的即个改变，所以就甲搁转来甲装足水，搭伫咱2楼。兄弟，这你毋捌看过你有一工入去甲看嘛呢行入去甲看嘛，讲到底遐咧介绍啥物？就介绍咱教会安怎转型，教会安怎发展安尼迄就是迄个2015年咱教总会咱设教150周年的一个纪念。咱教会参与有着，嘛有拍一片即个特色的教会，咧介绍咱教会的即个改变安尼。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2009年开始看即个教会公布遐个夜幕五山的祈祷篇到即阵要继续真要继续。像即期啦现在即期即礼拜的教会公布，伊就是夜幕五山有无伊的主题讲，伫异乡中生存的下甲，就一个牧师用这个经节来写遮，我用迄个公布甲翕起来，就是即篇。咱若咧楼骹照一张公布来显，就知影。伊继续来看，他这个意思，目的是，伫拄着国家社会的变化甲危机，拄着咱长老教会要迎往一个新的年代。用什么来做开始？你计划足侪时间、活动、节目，迄拢应该，但是爱对祈祷开始。所以爱夜幕五山敬虔仰望，是因为伊有一个根源，就是对咱今仔日会读的经节诗篇121篇。知影什么原因？是咱爱夜幕五山？因为巴勒斯坦就是咱即个以色列即个境界
是真侪山的所在。以色列有真侪出名的事件，拢甲山有关系。比如讲，摩西伫西奈山颁布10条诫，咱顶礼拜所分享的即个主题，摩西受呼召去倒位，也就是伫上帝的山，何烈山，就是西奈山。以利亚伫加密山，甲巴力的450个祭司征战。耶稣伫塔壁山伫遐来变貌。讲较少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外拢是山。所以耶稣常常伫咧服侍了后，就去到附近的山仑也是旷野伫遐来休困、来祈祷、来定心就开力。所以呢，耶路撒冷咱个看都一个城市嘛，事实伊是一个山仑顶，所以才叫做锡安山有啊锡安山就是一粒山啦。当然经过人安尼带一个久迄尖尖的啦，起角角拢甲烧平去啊。有时我若开车特别是对咱即个好尾寮即个新的社区落去，我知影讲原来咱的东门路咱的即个富强教会，事实是一个小山仑顶悬的。因为咱落去到高速公路迄仁德遐是咧下坡呢。所以是安那饮水拢高速公路遐咧饮，因为遐较早有较低有潭有迄个水啦。咱东门路遮，咱的富强教会遮是相对的较悬。这咱看起讲经过历史久像近看无，你若但是你较悬的像像鸟瞰，就是讲去到较高空的顶缘看，确实遮有悬耶路撒冷就是安尼。所以当时若要去圣殿，无人讲一个摔的就够啊，就爱慢慢爬啦，慢慢爬，一步一步慢慢爬，一步一步慢慢爬。像咧朝山安尼就是一种宗教行为一个宗教的行动。咱今日读的诗篇呢，伊讲是上行之诗啦，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伊咧讲要去上帝殿朝见上帝，我是爱一步一步。咱120篇、21篇、22篇、3篇，就是伫咱圣经上长的一章，就是119篇，有无诗篇119篇，足长安尼。后壁面有3篇是大笔所写八家的诗啦，上家的诗，台语是安尼讲。当耶稣22岁时阵，就对父母，就是约瑟甲玛利亚，嘛是上家去耶路撒冷安尼。谁那伊耶路撒冷的上家呢？咱若注看这张地图，就真清楚上中迄个叫做耶路撒冷754公尺。若对圣经出名的所在耶利哥，竟然是伫海平面下骹250公尺。所以是讲，若对耶路撒冷要落去耶利哥，754搁加250啦，要1000公尺的悬。所以咱搁有一个印象讲有一个人要伫耶利哥的路上安那，去互贼甲拍嘛，有好撒玛利亚人甲救嘛。莫怪，就是迄个山路有安尼悬悬低，有迄个山坡所以有即个贼挡伫迄个所在。约旦河搁较低呢搁较低安尼。所以会通看见即个山仑这是伫迄个所在的迄个情景。现在翕的图就是即个耶路撒冷的城市，迄一粒山头起厝起到满，毋知经过遐侪青冬有诶倒搁起搁倒安尼即个圣城就是一只迄个靠城西墙嘛是伫遐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即个西墙对迄个靠墙遐翕过去诶。但是即位，因为安尼真侪诗篇，伊就是甲伊标示叫做上家的诗啦。和合本讲上行之诗。台语的若要讲较正确，就讲上行有无？行佫是一个行表示讲毋是介悬咱台语足奇妙
搁一个鸭啊，安尼就是较少啊，所以新约里个圣经讲，八架上耶路撒冷的诗，当上行的诗，就是咧表达咱面对困难、危险、夜幕暗山，仰望创造天地主上帝，咱来对基督中得到快乐，得到帮衬。因为这款的信心对着你咧爬行，你会知影讲哦，人的体力实在是无够力，无够力。牧师安尼最近有小可爬山的经验是伫一冬外前，就去司马库斯啦。咱后礼拜要来咱教会见证的即个尤命师母因的司马库斯。司马库斯行山路就去看迄大樟树嘛毋是算爬山咧，迄只是一个山路安尼行若定。行到已经膝盖无力啦，知影讲，爬山实在是无简单，若无少年拢袂熬一啦。当爬山会互你谦卑，所以呢，伫即个信仰上，伫咧爬山中间来吟出诗歌，就是确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万物，伊是历史的主宰，伊要看顾伊的百姓。当人对伊呼叫的时，伊的看顾就来。有人研究即个诗篇121篇，讲是用对唱的，有点像咱咧起用安尼用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即个诗有3种情形，有可能伫种3种情形来用，像咱今日圣歌伫唱的诗，咧唱因安怎唱，拢有伊的当初是作曲者的设计啦。即条诗歌用大笔挂名，写讲上行的诗，就表示讲迄个歌的形式甲体式是安尼。第一是个人甲家己的灵魂内心要对话，所以伊才伫遐写讲我的心我的目，我的夜幕暗山，是我要甲上帝的对话。第二是用伫迄个聚会中间，信徒甲神职人员，也是咱像今日咱有诗会容乃执事来客，咱来引。这就是一种的对话启用方式。咱是对这个诗篇作诗，是因为咱定啊用这篇做诗篇的启用，对吧？诗篇启用咱足爱读啦。第三就是讲一群朝圣者，要往圣殿的朝圣者伫旅途中，甲因灵性的老师在对话。这个对话的意思就是讲，内容是咧确认创造天地主上帝帮助伊百姓受苦，为着拄着困难的时阵，意思是拄着患难的时阵，咱愈着爱用这款的诗歌来对家己来提醒。诗人是咧表达伫迄个朝圣的旅途中受苦，面对危难的朝圣者，看关山，关山是悬咯，毋过毋是山尔。佫越过迄个高山，迄个山要看的是啥物？毋是干那山那定，直接迄个上悬天顶的主上帝，对创造天地的主上帝。咱看到中国的一句足有禅意的话，讲看山是山，佫来看山不是山，安尼。意思讲，原来你看山，甲成安尼就近啦，但你到迄个山顶，你会感觉讲，山伫你下骹，再来一个较悬的山。台湾是一个高山的所在，咱台湾人实在是足福气的上帝是一切力量的来源，互咱敬畏大自然的现象的顶端，就是咱的主上帝开来。所以伊保守受苦的百姓，无受到侵害。咱讲台湾是一个美丽高山的国家，咱事实台湾若甲算落去，咱会当徛起的所在才1/3尔啦。所以像咱台湾的都市，遐尼人遮济客，咱无定讲咱的人口密度足悬事实是因为真侪所在拢是山，但是嘛有人这专家甲咱讲迄是上帝互咱的宝贝呢。台湾若无山台湾就是一块荒岛啦，一块荒岛。因为咱台湾是经过北回归线，迄个地理专家研究讲所有若经过北回归线所在，足侪所在拢是沙漠，足侪拢是沙漠。意思讲北回归线会引起迄个，就是讲袂落雨就对啦，袂落雨。
啊，都到遮吼，啊雨水袂入来，啊，就变沙漠啊。但是上帝保守呢，第一，咱台湾有风台，所以做一摆水互你啦。第二有关山，啊，所以呢云会甲你扣来，水汽会甲你留咧，啊，所以山顶有济算袂了的树啊，迄个树啊是一个无形的水库，迄个根甲你吸水伫咧，啊，所以现在足侪兄弟爱去走去山顶，要啉迄个山泉，讲什物千年的泉水，这拢是上帝美妙的创造啦。所以有人咧讲台湾有小无？真小，但是台湾足大，因为意思讲，若用山的悬度，啊悬过落的，啊迄个悬低，若甲扭互平台湾得要甲日本平大咧。有人安尼讲啦啊当然，迄是一个脑中的想法。啊，即嘛有理啊！你对遮要去花莲，是安那都爱走南边，还是北边？因迄悬山遐悬你要行遐路比你驶较慢呢。直线距离是足近，坐飞机是足近，但是要行足远。啊，所以台湾是高山的国家，所以咱爬山的人，大家拢知影，咱台湾爬山嘛足非常的风行啦足侪人爱去爬山，拢是用谦卑敬畏的心啦。若是爱爬山、敖爬山的人拢对山足尊敬的，拢对山足尊敬。伊知影讲即个山内面充满了侪奥秘啦，毋是靠人有法度甲征服的，毋是征服，是谦卑来行，一步一步往悬来行。这是顶日有一个牧师因去爬南大武山的相片，足水。我讲，你起来借我用一下安尼。这咱屏东的大武山的风景。我想讲，是安怎世界遐侪山，咱台湾的山特别水咧。除了悬以外因为咱台湾的山是较少年，你敢知影？袂屈啦，尖迄断崖足深啦搁一个关键所在就是有水汽。咱若去爬山的人知影，下晡云就来啊，云海就出来啊，所以无怪这粒山会遐水啊。有时你若去外国看外国山安尼。大屈，看了袂水，因为咱台湾看水山看太济啊，所以咱大家去外口讲要爬外国的山爬山，除非遐悬的山有细的山，甲咱无共以外，足侪人拢爱看台湾的山，因为台湾的山水搁安尼云飘来飘去，安尼足好看。这是咱台湾的山的水甚至有的山咱会当开车到呢迄百岳有个伫中部有山，开车能开到遐。我讲这个山，像这个玉山这个山，另外这条山比普摩较水比普摩较水。咱既然台湾有遐尼多山，所以这首诗篇应该台湾人会感受较深才对啦。你若无感受无采你徛伫台湾这个所在，所以台湾的基督徒的确都爱去守着这个。真好的这个祈祷的体验，台湾的基督徒爱举目望山，敬祷守望，来仰望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恳求上帝来保守，赐福平安。兄弟姊妹，咱富强人，咱也爱当心举目望山。拄则咱读的诗篇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伊自问自答啦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我的帮助确实是对耶和华来。是安怎耶和华会帮助我？伊讲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拽，保守你的脚较无拄面。伊对家己讲了后，换伊来对以色列百姓。那今日来讲是讲，我祈祷了，换我来对咱兄弟讲，看保守以色列的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咧正面做你的什么？阴影的意思就是讲，热到要死有一个树仔甲我炸掉的，有一个遮雨棚，也是讲一个雨伞甲我炸，迄个叫做阴影。一个互你感觉凉凉的所在。圣经诗人安尼甲咱印证讲：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
最后结论讲，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即时直到永远哦，耶和华要保守你。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对话。你讲哇，我拢无代志吗？毋是咧，是你真侪困难的中间，上帝要甲你同在，上帝要应允你。昨昏我看到咱的兄弟有搭一张信仰的图片，伊安尼写，伊甲写讲，有时上帝吼，当你拄着苦境甲困难的时，毋是要甲你刷去即个困难，伊是要陪你赢过即个困难，要陪你赢过，毋是一个甲你刷去。所以兄弟姊妹，咱顶礼拜，咱的教会发起一个运动，是呢，咱感觉到咱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路口。福音教会咱领受到要赢即个关键的时期。第一，咱赢至3年新冠疫情解封，咱的教会事工、福音事工建造要搁重新开始。好像3冬全暂时安尼稳顿起来，咱还搁重新开始。所以咱顶礼拜，咱的教会发动一个祈祷会，连锁的祈祷会。第二，咱今年有甲会友来分享讲，咱伫2006年教会要进入50许年，实际算起来剩3冬外吼。搁较近的是咱幸福小组，到即礼拜，所有的小组已经完成因8礼拜的事奉，邀请80个来进场，准备要来抢救灵魂，所以是进入到一个收割的季节。感谢主，咱即个幸福小组拄啊好一个恩定了后，咱已经有接到10几位要洗礼啊。这个兄弟认真努力的结果，开始咧收割。后礼拜，咱进入到即个福音主日，即个月就是感恩甲福音的季节。咱有抬杠节，有圣诞节，即个福音的季节。啊，咱面临着即款的情形的时阵，咱的态度是啥物？毋是讲啊，我拍拼一个啊，我就准备要等要收成，毋是啦。咱爱警醒祈祷，就亲像吼，咱台湾有时吼，哇，迄个果子咧出的时阵吼，迄足贵重的哦，足侪老阿伯啊吼，咧顾即个园啊，顾几啊个月啦，半暝吼去搭病啊，伫迄个园边，是安怎？有人要甲你挽啊，有人甲你偷挽啊，甲你偷收啊，无采我顾遐久吼，啊，果子拢互伊收去。若特别拄着果子贵，也是讲遐产物贵的时阵，拢会发生即个代志。啊，咱要惊去收割，啊，咱讲袂晓无紧，清清采采，啊，搁在后白来嘛？毋是啊，咱正人，无管你有参加第前线的即个幸福小组的兄弟，也是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我拢有份啦。有前有后，伫顶有下，大家做伙合力警醒，为着要得到更较多灵魂。更较要紧的是，咱拄仔讲，伫咧征战的中间，对敌的攻击，对敌的对边啊，就甲你搅扰。咱就讲起啊，咱真侪福音幸福小组的兄弟吼，咧做工的时阵吼，一大堆有诶无诶拢来啊。我奇怪，我无做都无代志，做咧到第大项。啰啰嗦嗦的代志拢来，是啥物原因？魔鬼无欢喜，撒旦无欢喜，想讲吼，啊你遐拍拼吼，啊要抢哦，抢我甲你抢。所以第一线的福音勇士，咱来求圣神来遮看保护，阻止即个攻击。所以今日即位啊，咱较紧来讲，咱的带导团队对顶礼拜开始发动一个荣耀丰收的即个祈祷会。这毋是讲啊，一个节目摆一个好看的咱的即个带导团队吼摆落叫大家来活动，毋是，是真正是一个抢救灵魂的一个紧急的行动。所以咱一个连锁祈祷，将一切尽心服侍、辛劳付出谦卑摆伫主面前互圣神来掌管，亲自来成就。拄则咱下次包老师有甲我讲起讲，感谢主已经有135个签名。要参加这个禁者连锁祈祷
伫遮名单中间无嫌济啦，愈侪人愈好，吼。啊，咱上少的吼，上少的有16个，啊后20几个，就一日啦，吼一日。啊，咱伫中昼时来禁食。啊，你若讲啊，我着体质的关系，咱年纪较有吼，糖分歹控制啦，啊无食袂使的，爱食药啊咧，袂要紧，你着做你家食，嘛是祈祷啊，对无？禁食祈祷是一种的态度甲心意啦。兄弟姊妹要做啥物？咱为着所爱的教会、各牧区团队团契来祈祷，为着个人、为着家庭、为着国家来祈祷。咱先来用21天有即个原因，就是讲有一个原本啊，历史的根本就是但以理21天连续祈祷。伫但以理书10章1节到3节、12到14节有记载吼，即段经文啊，咱顶礼拜有小可开起，啊，我用经文来甲咱做一个复习啦吼。但以理咱拢知影，伊伫即个王境内底啊受看重，但是嘛拄着足侪风险，啊，伊拄着即个贿赂，啊，拄着西亚坑，但是伊常常谦卑认罪祈祷。即段经文咧讲起，伊讲即个塞鲁斯做波斯皇帝的第3年，互人叫做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得到启示。启示什物？讲迄个启示是真实的，是有关一个大战争。原文吼是讲一个大奥秘的代志啦，吼。啊，咱来看前后文，但以理书的第9章就记载什物呢？第9章记载讲有一个启示，讲耶路撒冷要趴荒70年啦。意思讲伊的故乡耶路撒冷要受毁坏，啊，亲像风暴，伫个所在啊无人徛起。啊，城墙倒坏，哇！拄着这，但以理心内足艰苦就对啦。啊，所以伫9章第3节讲，伊有记载讲，我开始禁食，讲三恢夫换迄个换衫，定义要甲上帝祈祷。啊，这是迄个经节的迄个缘由甲历史。因时间的关系，咱有闲来读，吼，咱好啊读。第2节伊讲，迄时我但以理忧伤3礼拜，我忧伤3礼拜，因为知影我的故乡要受害，啊，我人一个伫遮，我哪有可能？波斯甲即个耶路撒冷差偌远啊？因为是亡国互掠去遐个嘛。伊讲迄中间伊安怎？我也无食好食的物，无食肉，无啉酒，嘛无用油抹身躯啦。啊，第4节才咧讲起着迄个天使甲启示吼。时间的关系，咱无用通好读啊。伊即个天使伫伊的异象中间，甲伊讲话，甲伊启示，互伊知影讲伊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啊，了后12节伊讲，即个天使讲，伊甲我讲，但以理免惊，你伫头一日起就决心要了解即个异象，你伫上帝面前谦卑。伊有听你的祈祷，我就是为你的祈祷来。兄弟姊妹，虽然经文无详细读，但你知影讲，但以理谦卑啦，认罪，三恢夫换迄个换衫，禁食祈祷，圣神天使就来。我有听你的祈祷，我为着即个祈祷来。毋过波斯国的守护天使甲我挡。甲我挡伫波斯领袖遐21日，意思讲有受阻挡，所以后来天使长中间的一位就是米迦勒来帮助我。现在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你的同胞以后会拄到的事，即个关系的时期的印象。兄弟姊妹，咱是要学习，咱拄到面临着即个挑战，事实咱嘛拢知影，中国习近平佮就任第三任，咱台湾吼，逐日都听到新闻咧报讲吼，台湾要安怎，什物阵要战争，啊，反正咱台湾拢无要无紧啦吼，啊，搁啉搁食拢无代志，迄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啦。但是你无提防，实在是袂使的。啊，你要靠别人甲你保护嘛？你家己拢无要无紧嘛？咱基督徒上好的就是谦卑祈祷，互即个代志无发生啦。你要亲像河南迄个郑州，迄富士康的工厂啊，逐个拖网具安尼走，毋敢坐车呢。
用拖呢行山路呢，因为吼惊人掠去啊。因为中国敢若控制你咧，你的手机啊到倒吼，就你的身份到倒。你的手机啊内底会记载你是毋是有安全，你有确诊无？啊，所以你去到倒位拢毋免袂走险，特别是若要买票吼，撸一个我，哦，你袂使，甲我转去。台湾人敢要过即款的生活？自由伤久啊，拢无要无紧，袂使。这时阵上好就是当心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用这则经节来提醒咱，咱来行做一个徛伫破徛的捍卫勇士。以西结22章第30，伊讲：我伫因中间在找，看有人会当修建迄个城墙，徛伫城墙的破徛。台语的圣经是安尼写，讲我伫因中间在找，看是毋是有人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家修建城墙，徛伫城墙破徛的所在。我袂甲即个国家毁灭，毋过找拢无。尾仔句是咧讲，我是要找即款人啊，但是无啦，找无人，无人伫遐固守咧，无人伫遐守望咧，无人伫遐祈祷啦。兄弟姊妹，咱无论是大到咱的国家的安全，大到咱台湾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较少是咱的教会的福音事工，搁较少是咱个人。内面得到上帝的保全，毋是干那用逐种计划那定，是谦卑有人徛伫破徛的所在来守望、来祈祷。我想咱到我教文会，即马少年囡仔我毋知啊吼。我教文会时吼，小学就读过一篇文章，读过一篇课文啊，写讲安那，讲伫荷兰呐，荷兰拢因的土地拢比海较低啦，啊，拢用迄个挡水墙甲起起来啦。有一天一个囡仔伫遐咧算啦，看见啊，这墙吼咧涉水咧，咧涉水咧。啊，迄个囡仔听讲，哎哟，我伫老师拢咧甲阮教吼，即个墙若破去吼，啊海水入来，啊咱逐个拢咧收水啊啦，所以赶紧走去甲迄个坑安怎，甲锯条诶，啊锯条遐囡仔伊散去啊，找无人要安怎，伊就一直锯条，入啊手巴甲要啥嘛，啊，就伊毋敢走，伊知影讲迄水涉愈大坑，啊若是即个当挡水墙破去，遐就规个庄拢淹了去啊，兄弟姊妹，一个囡仔都会晓。甲迄个坑踢掉咧，等人来甲救，等人来补。咱的教会、咱的国家、咱的社会需要你，徛伫即个破徛的所在。主的应允，雅各书5章16节，伊讲：所以恁爱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互恁得到医治。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哦，这义人的祈祷遐大，伊讲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互恁得到医治呢？是一个应允，是圣经互咱的应允。兄弟姊妹，义人是甚物？义人是甚物？咱都听起一句话讲，鼻孔拗都无好人啊，咱哪会讲是义人呢？义人的意思就是遮啦，谦卑认罪，伫主的面前蒙恩自洁，甲遐歹的煞去，甲上帝恩入来，即款人。第二项是。你有怜悯疼人的心，你有看见人的需要，知影人的欠缺。第三，你欢喜接受呼召，顺服这个差派。毋是讲啊，牧师恁办遐有诶无诶吼，迄恁诶代志哈，甲我无关系啦，毋是啦。是讲是，既然咱诶教会有安尼呼召，我嘛要有一份啦。咱台湾事实毋免到荷兰啦，咱台湾有真侪吼，迄个溪流吼。拢有起迄个冻水的迄个岸壁呢。啊，若逐摆大风大雨来的时阵，足侪人都爱去巡啊，巡迄个岸。啊，若无吼破一徛，水若灌对你的庄内底吼，你的田园厝体拢无去啊。你有欢喜讲啊，这上帝嘛咧呼召我爱参与。这个简单的行动实在是真简单，就是大家用减食一顿。啊，为着用着咱伫楼骹有分一张吼，分一张迄个祈祷的单顶咧，把咱有烧过吼，都6、7日嘛，啊1日为着一项祈祷，
甲所有咱要祈祷的事项拢排伫这7日中间，你当为着迄日，为着众人来祈祷。咱电梯内底有搭一张即个祈祷经验的图，我们即张真有意思，甲咱强调一下。伊讲，咱用敬拜甲上赞来祈祷的时阵，是咧调整家己的心意，准备以认罪甲感恩来祈求，来到主面前。意思讲，你学了敬拜，你就是咧准备心讲我学了主上帝，你是大的君王，我谦卑我家己，用认罪的态度、感恩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兄弟姊妹，敬者认罪、感恩祈求，是用敬拜甲学了做开始。兄弟姊妹，下面遮咱拢真熟即几项，望咱大家拢有份啦遮侪项项目你嘛有参加一两项。第一，咱参加荣耀丰收连锁敬者祈祷；第二，咱继续有即个中部大祷式咧守望祈祷；第三，咱有各小组拢有迄款视讯，用迄个视讯来做 RPG 的祈祷；第五，咱有一个祈祷会，就是拜五暗时的恩典诗歌祈祷会；第六，是咱主日礼拜，咱的会前祈祷，拄则咱泽龙执事带咱敬拜。带咱祈祷，事实就是要互咱伫礼拜中领受即个恩典。因为咱礼拜学了，咱都会谦卑咱家己。当然一项上重要，就是你家己有个人的灵修甲密室内底的祈祷。兄弟姊妹，读到这个经文，读到这个诗篇，我一个感动。什么感动呢？就是讲。咱拢会想讲我都足认真做工我大项代志一定足顺遂的啦，上帝绝对会甲我报赏的。但是请会记得，有时考验嘛来，到底你的服侍，你的受呼召，你做的是真的吗？拄着苦难的时阵，拄着艰难的时阵，拄着病痛的时阵，拄着无顺遂的时阵，你会甲上帝讲上帝无爱无爱甲你做啦。也是讲，哎呀，我发现讲我遮软正，我无靠主，我哪有法度？心态拢无共。意思讲，我愈拄着艰难，愈拄着挑战，亲像但以理拄着亚罗撒冷要爬远70冬，伊唯一的做法就是祈祷，禁食祈祷，因为无有其他的办法通改变，只有禁食祈祷。所以呢，即位我邀请咱众大家，无论你有偌济无用的时间，你就是伫中昼时用10分、15分就好，安静落来。你若讲袂当无食饭，你就食饭前祈祷嘛。因为这是一个同心的行动，同心的行动。兄弟姊妹，咱做伙有份参与伫亚北五山敬祷守望的行列，互咱看见讲，咱有得到上帝恩典赏赐，毋是什么人的快乐，什么人的能力，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你种的感谢，你来领受的愈祝福，因为知影讲，即个我小小的快乐有参与伫内底，但是上帝会成就。咱们唱首诗歌，甲这诗篇有关系。圣诗242首，242首，242首，就是我的目睭要行悬来五山。咱时间的关系，吟1节，第1节，咱吟2遍就好。同心来，我的目睭要行悬来五山，因无我主，我的帮站是对答落予我，答落救赎，我一切帮站对主上帝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咱再来唱第4节，第4节的歌词真好，来，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赐你活命。主保守你，予你生命无
心心安定。主要保守你，主入地平安，主赐福你，对这世到永远。咱请音乐细声继续，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精简的时刻，也是一个丰收的时刻，是一个较歹来对抗的时刻。靠你我，咱拢无困难。咱知影咱是软正较软弱，但是但以理伊就是谦卑伫主的面前敬接，因为伊袂当做甚物。伫波斯的王境，咧敬接是无简单的事。但是，就要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会当做甚物？面对着国家所拄着这个纷纷扰扰，面对着咱的社会疫情的征战，面对咱教会要重新再起，迎至2026年的57年，咱的传福音是毋是有果效？咱拢要交托主。咱伫主面前甲主讲：主啊，互我成做其中的一份子，成做这个徛伫破徛迄个勇士。亲像迄个荷兰的细囝，手伸出来，把迄个流的水踢掉的。兄弟姊妹，咱求主，互咱即款的气力甲信心，参与伫即个上帝恩典丰收的行动。咱也为着教会中你所认捌的白兄兄姐祈祷，求主施乐医治，亲像圣经所予咱的启示，咱要得到恩典，咱要得到保全，出入要得到平安。咱也为着后礼拜、2礼拜中间的福音主日祈祷，求主引带侪这个无道友伫咱中间得到造就，圣神感动因，欢喜接纳主，成做因的救主。咱也管是开声，也是静默，做伙为着这事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典，听从圣神啊，给你同在。伊的恩典伫我中间，赏赐阮对你顶顶来开力，求你的平安甲阮伫地。阮家己一无所有，阮家己无开力，阮只有求上帝圣神对天顶降落你的恩典甲听从。平安的主甲阮同在，互阮真做参与伫祈祷的勇士，是徛伫迄个破徛，互迄个城墙有守望。阮要学习互相代祷认罪。因为义人的祈祷有功效，阮就要得到医治。感谢你，哎呀，阮呼求你，阮呼求你。愈拄着困难甲危险的时，阮愈都爱牵调伫主，仰望伫主。感谢你，天顶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要真做徛伫城墙破徛的勇士，因为主你爱阮安尼做。事实毋是阮有气力，是上帝你的气力。主啊，阮为着国家的平安，为着社会疫情3冬久，要看见新的时代到。为着阮的教会行至57年，为着阮11、12月这个福音月、收割的月，求上帝亲自来成就。我为着教会中拄着病痛，拄着征战。拄着艰难的兄弟，求上帝赐予你的医治甲平安。阮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从事各种的工作事业，求上帝甲阮看顾，互阮得到安稳，互阮真做迄个参与伫起造、参与伫固守迄个破徛城墙的勇士，阮大家拢要有份伫中间。愿主你亲自来成就。阮知影，阮甲主同工是何等的喜乐，是何等的恩典。阮看见灵魂的收割，是迄个看袂到的价值，所以阮欢喜付出代价。主感谢你，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按照来唱红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来做报告，而报告进前，咱来先开首报的上尾仔页，咱来背本月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按做位来读。耶稣应允讲：人若听我，伊要守我的道理，我袂白要听伊。阮就要照顾伊，佮甲伊同徛起。23节，这是咱先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的书会是陈满祖长老，其他学师同工，咱来看这张表。第4页，机体交通的部分。第1点，咱本日是台湾新学期的放映主义。嘛，继续为着新学医咧为着传道人培养的时间，按做位来关心甲带导。今仔日嘛是总会定的性别公益的纪念主日，嘛各位来关心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第2点，按本会第5期的幸福小组进入第3个阶段吼，就是福音主日甲best 的决志，所以这个部分嘛，继续为着咱的幸福小组副长甲学师同工，甲所有参加 best 来关心。第3点，当牧师有讲到吼，按20月13甲20号有2场的名人讲座，吼，按13号后礼拜28点。甲10.5早2场礼拜，8点40到10.5早2场礼拜，是司马库斯教会蔡成功牧师甲师母会来做第1场的名人讲座。第2场20号，会邀请曹永山牧师来做见证分享，而且嘛欢迎咱的会友会当邀请咱的亲友、朋友做伙来参加这个名人讲座的部分。第5点，本会伫11月11号拜5下暗8点40，就是咱基督会结束了，伫教会门口一个圣诞节灯饰点灯的感恩室，而且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第6点，11月1号到21号有一个应邀丰收的连锁的禁食祷告。当牧师嘛有讲到，离公报那里1楼会当继续来登记，咱利用中昼时间来为着这重要的时间来敬祭祈祷。第7点，12月4号，咱礼拜四，咱会主办年度的时间的研讨会，所以请咱的中职牧区的区长、小组长，甲咱的服侍团队的所长。做伙来参加，嘛请伫11月21号进前，明年度的时间，传到咱教会的干事。第8， 12月11号，咱咧主办咱的代将节圣礼典甲洗礼式，所以目前嘛是咧开放登记吼，若有要洗礼或者的会友，嘛做伙来做安尼登记，伫11月11号。第9点，12月24号下暗6点，咱咧主办教会的信代联合庆祝甲安尼餐会，伫来归仁餐厅吼，遮报名嘛有邀请其他的
安尼会友的朋友，也是安尼要来参加吼。俺是以小组来做报名，讲有需要共乘的部分嘛，希望会当来安尼教会，若是安尼各区的区长、小组长加做一个登记吼，因为距离上面有时间远，会当做伙坐车过，嘛希望按各小组牧区会当来这3天，虽然疫情影响，然有感动人的时间，安尼相片嘛传互安尼教会者，安尼做一个影片，伫迄天来做播放吼。好，安尼先开安尼第6页，按影音服饰团队报告吼，即摆安尼影音的器材拢有做提升，所以伫11月12号拜六下晡2点到4点有一个音控系统的整合操作的一个训练吼。好，11点嘛继续关心雅鲁传道伊伫11月12号下晡2点半，伫淡水教会有一个丰牧的感恩礼拜吼，按继续来关心。等一下按嘛有一个庆生会，是12点的部分吼。第13点按做伙来关心台岛，按本会陈清风姐妹新妇吼，林梦倩姊妹伫10月28号。安息主怀吼，嘛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关心台岛吼，因为即个林姐妹伊的家庭还未信主吼，嘛继续来为着即个代志来关心台岛。另外就是14点，顶礼拜双连主日重阳敬老会，有颁发一个遮个敬畏金吼。若未领到的，希望嘛请满族长老，向满族长老遮来做领取吼。好，另外，来看安尼第7页，牧区甲团契的消息吼，双连团契吼，昨暗有做一个影片的欣赏吼。那11月12号有一个信仰的分享。靠主得胜，会请刘明珠传道吼，其他主日学、甲提摩太牧区聚会部分，大家继续来关心。以上，请牧师做补充。讲下这咱若咱只是有做详细报告，但是有1、2项爱甲咱提醒啦吼，我来做一个提醒，就是讲咱第5期行的小组，剩咱的这个一组有一组，阁有最后一摆，其他拢已经完成啊。咱要请这个组长大家配合一下，就是讲，因为咱有登记要洗礼吼，因拢阁未信者，未入来啦，所以咱要招来讲要读学徒班未赴，所以你着爱甲办公室摕一本手册，个别1对1来甲伊做指导，然后伫咱12月咱招这个人吼，伊后礼拜就参加咱的这个名人开讲了，咱招因来做一个综合。甲长老见面，所以请各小组的同工，阁有一个任务，就是来邀请80个来参加咱的名人开讲，而且有洗礼，要签名洗礼，咱个别来甲伊做指导，互伊明白迄个基本的真理。这点咱请各幸福小组的组长，大家配合一下吼。第2项就是讲，咱这个禁食祈祷咱拄则有报告135个人，其实。毋是135人，是135人次啦。比如讲，有诶签3摆，就是三摆嘛。所以咱真鼓励兄弟搁甲签吼。恁伫楼骹签袂落吼，写较边仔就好啊，写较细字就会使吼。因为迄架也无介大啦吼。过来是咱拄则有报告讲12月初4，搁1个月要来1个月后要来开事工研讨会。较重要诶是讲，咱各同工，特别是那个首长你也赶紧把恁的所谓单位的资料有先开几内部的会议预算爱甲整理出来尽量会当伫11月2日2礼拜后来交互咱的同工咱通来整理这个手册，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无扩大所以时间无介长所以资料先入来，咱才会当讨论就对啦搁一项拄则咱讲到。这个要去来归人12月24来举办圣诞餐会爱赶紧大家来报名落去，
通互知影控制人数。吼，咱报名一半了，咱通要开放咱的朋友要参加。若会友还未报吼，咱说外口人伤济，咱家己无参加吼，所以赶紧来报名。另外，这个第三小点吼，这个第9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讲，咱要邀请各单位甲恁最近这3冬疫情中间，咱有一寡感恩的图片、相片，放入去云端吼，咱这首长拢知影吼，安怎甲加入，互咱同工甲这相片来做一寡整理，通好伫圣诞节迄天，大家来报出，互大家知影讲哦，咱这3冬安怎行过来吼，上帝安怎保守咱。咱另外咱有一个筹备小组吼，过来即礼拜拜4暗吼，9点有要开会，咱搭用线上开会的方式，请准备心吼，咱会搁伫群组来甲咱宣传。拄则讲敬老会的遮个敬老金会顶礼拜无来咱即礼拜就请会记哩免客气吼，来去甲咱的万族长老来领，讲你的大名就知影。若即礼拜搁分无出去，咱会私下看是去探访，也是讲联络人，也是你今仔日有你的亲人，你代表签名来领也会使吼。搁另外11月20有即个流感疫苗的注射，咱已经有足侪人签名吼。因为着要控制人数，要知影准备偌侪即个社吼，所以请大家签名吼。11月20礼拜日10点半开始要做即个。有方社，请大家三甲来配合吼。咱小等下有要庆生会才来结束，后来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上音会众请起立，咱来唱上音的诗歌。信息369首，上音刷请牧师来祝祷。这是一条新的诗歌吼，咱做来唱。愿要修切丝线，智慧修圣殿，分享愿所体验，你的平安甲恩典，一生正做这段，画出星星光明。点到找你的人，因心灵的光顶。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引带保守，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享受天国的恩典，享受主保守甲看顾，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密道闭会，咱小等下来做庆生。即位伫咱离开以前吼，咱要特别为着11月份的兄弟，来甲因祝福。咱请11月份的寿星起来，好无？站起来。咱今日要特别要来邀请咱的黄英姐的妈妈黄牧师娘有来咱中间，要请贵宾来甲咱分蜡烛吼。来，咱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唱英文的，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birthday to。11月遐少啊。慢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咱请黄牧师娘，你甲口罩揪来，来分蜡烛，来分蜡烛，来好。哎，拍拍啊！感谢主，谢谢，恭喜恭喜。咱来做祈祷，才来结束。主我的上帝，10月份这个凉冷的季节，感谢主有侪侪兄弟伫这个月来做受请，愿上帝恩典甲因同在，互因逐个时阵拢经历着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无论是顺境逆境，主你的保护拢永远甲因同在。你出你入，
主拢要保守。愿上帝赐阮祝福，互阮搁较够行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够为主做见证，互阮的家庭生活、工作健康、今日顺拢有奇妙稳定甲看顾。愿你保守阮，大家散会要转去路站，求你看顾引带。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甲彼此请安，愿主祝福你，多谢。